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機密數據室，我係 Dr. Mark。好多人一聽到油咧就已經好驚嘅，但係我話俾大家聽，原來皮膚最怕嘅唔係油，而係發炎。而慢性發炎咧就係破壞我哋膠原網嘅最大兇手。講到油咧，我必須要介紹一下咧，其實我最中意叫人補充嘅 Omega 3。當中嘅 DHA 同埋 EPA 咧，就係一個有效降低發炎嘅一個好重要嘅營養物質。咁佢有效咧降低我哋嘅發炎因子，包括咧 IL-6啦，同埋 TNF alpha 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咧佢會令到我哋皮膚減少發炎嘅效果咧，相當之有效。而臨床研究數據話俾我哋聽咧，Omega 3攝取量足夠嘅人咧，皮膚嘅彈性咧係會比較好一啲嘅。咁因為發炎嘅情況底下咧，佢會不斷破壞我哋皮膚嘅膠原蛋白網嘅，好似有把鉸剪咧剪爛佢咁樣。而 Omega 3嘅出現咧，就可以減慢呢把鉸剪嘅功能，令到我哋嘅膠原蛋白生成得多啲，同埋咧用得襟啲嘅。咁實際上啦，香港嘅女仔都係啦，多啲出街食飯啦，好少食魚啦，甚至乎咧，其實好多嘅發炎嘅情況咧，都係嚟自壓力㗎。咁所以咧，透過補充足夠嘅 Omega 3咧，就可以有效控制到皮膚發炎嘅問題。嗱，記住喎，Omega 3咧唔係幫你生成膠原蛋白，不過咧佢會保護住你啲膠原蛋白，唔好俾發炎咧剪爛你嘅膠原網嘅。基底有料到 ，follow 我哋先知道。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將我哋條片分享俾同你一齊想變靚嘅朋友仔。下一集再同大家一齊開機密。